陽光中嘅紫外線、電腦、手機屏幕嘅藍光同日常環境壓力都會令身體持續產生自由基。當自由基累積過多，會逐漸影響細胞健康，加速老化過程，令肌膚容易顯得疲倦暗啞，整體精神同活力亦都會慢慢下降。想保持皮膚健康狀態，維持穩定嘅抗氧化能力係關鍵，即係幫身體抵禦多餘自由基，支持細胞正常代謝，從而減緩老化跡象。隨住年紀增長，身體自身嘅抗氧化防禦會自然減弱，因此透過日常營養補充嚟維持抗氧化平衡，係持續呵護健康嘅重要一步。此外，維持肌膚色澤均勻亦係好多人嘅關心點。我哋嘅膚色同表皮層黑色素細胞嘅活動有關，當皮膚受到外界因素刺激，有可能會活化當中嘅酪氨酸酶，繼而引致黑色素嘅生成。因此，從肌膚保養嘅角度出發，透過營養成分為皮膚提供支援，協助維持酪氨酸酶活性嘅正常平衡，亦係達至膚色均勻嘅其中一個方向。Actipom 美莓粉包正係針對呢個需要而設計。產品主打抗氧化及肌膚管理嘅雙重概念，配方富含多酚化合物同高單位花青素等具抗氧化作用嘅成分，包括蔓越莓、接骨木莓同葡萄籽等萃取物。呢啲成分有助維持肌膚健康，並輔助皮膚應對氧化壓力。整體設計以日常保養為出發點，適合配合生活習慣，作為日常營養補充選擇。我哋特別選用蘋果萃取作為產品嘅核心成分，佢含有高單位嘅原花青素及蘋果多酚，有助身體維持健康循環同正常代謝，從而提供溫和而全面嘅抗氧化支援。呢一種成分亦常見於兩澤膚色相關配方之中。產品同時搭配葡萄籽萃取，佢富含 OPC 等多種植物多酚，具備優秀嘅抗氧化特性，有助提升皮膚整體狀態，保持彈性同光澤，好適合關注皮膚保養嘅人士。為進一步提升抗氧化效果，配方中加入蔓越莓萃取，呢種成分含有豐富嘅抗氧化元素多酚，好似原花青素、花青素同類黃酮。另外，仲含有多種有益成分，當中有單元不飽和脂肪酸、單寧酸同埋生育三烯醇，從多方面為身體健康提供支援，亦都常被用於日常泌尿系統保養，同時支持皮膚健康狀態。再加埋以高含量花青素見稱嘅接骨木莓萃取，含維生素 A、C、E， 能夠幫助日常用眼消耗，維持精神同皮膚狀態，適合經常用眼、作息緊湊、生活忙碌嘅人士。白石榴精華係產品配方中嘅其中一個亮點，呢個成分含有多種具抗氧化作用嘅多酚，例如山內酚衍生物、槲皮素衍生物、兒茶素衍生物、油花單寧同油花酸，佢哋具有抗酪氨酸酶活性，能夠有助抑制黑色素合成，從源頭支援肌膚維持均勻膚色同光澤感，同時提供抗氧化支援。最後，為咗令整體效果更加平衡，產品仲加入咗多種植物萃取物，包括管花肉松茸、積雪草、石榴果同甜橙果。呢啲植物萃取含有豐富嘅抗氧化物質，能有助肌膚應對氧化壓力，同埋輔助維持肌膚整體健康，令膚色外觀更顯均勻，同時支持細胞活力同埋日常修護，有助肌膚展現健康光澤同飽滿感。Actipom 美莓粉包建議每日一包，以100毫升室溫水攪拌均勻之後，於晚餐後飲用。如果想提升整體肌膚保養效果，可以每日朝早配合食用 Acti-Y Plus 美白凝凍加強版，晚上再食用本產品。本品適合關注肌膚狀態、生活節奏繁忙、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，以及希望維持整體活力同肌膚健康嘅人士。每日食用 Actipom 美莓粉包，再配合返恆常護膚程序同健康生活習慣，可以令整體肌膚保養效果更全面，由內到外幫你維持肌膚嘅最佳狀態。